香港有咩地方係可以留住我哋在港消費㗎？其中一個地方就係啟德體育園。哇嚇，唔係講笑喎！今晚林俊傑演唱會8點開場，而家4點幾已經有好多歌迷聚集啦！你睇下前面幾咁多人。前一排有謝霆鋒演唱會啦，跟住五月天啦，跟住呢幾日呢，又到林俊傑喎，頻頻有演唱會，就會頻頻吸引新嘅遊客，亦都可以吸引相關嘅歌迷聚集喺度，就會帶旺到呢度嘅商場同埋食肆。所以啟德體育園對於本地嘅旅遊業絕對係至勝關鍵啊！你覺得呢？香港有咩地方係可以留住我哋在港消費㗎？其中一個地方就係啟德體育園。哇嚇，唔係講笑喎！今晚林俊傑演唱會8點開場，而家4點幾已經有好多歌迷聚集啦！你睇下前面幾咁多人。前一排有謝霆鋒演唱會啦，跟住五月天啦，跟住呢幾日呢，又到林俊傑喎，頻頻有演唱會，就會頻頻吸引新嘅遊客，亦都可以吸引相關嘅歌迷聚集喺度，就會帶旺到呢度嘅商場同埋食肆。所以啟德體育園對於本地嘅旅遊業絕對係至勝關鍵啊！你覺得呢？